1976年10月，金庸收到一個越洋電話，電話嘅內容令到呢位見過無數風浪嘅明報創辦人，成個人企咗喺度，屈都屈唔到。佢最佳傲嘅長子查傳合拍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嘅宿舍入面，用一條係結束咗自己嘅生命，年僅19歲。各位，19歲，一個讀緊名校、前途一片光明嘅後生仔，點解會走上一條咁絕嘅路？你話係意外咩？你話係偶然咩？背後嘅原因同金庸一生嘅風流債有住千絲萬縷嘅因果關係。你可以睇過晒金庸所有嘅小說，但你一定未聽過佢現實中呢段故事。今日我會用命理嘅角度同你拆解呢個關於忘本背叛同命運反噬嘅真實個案，唔係要批判任何人，而係想你睇清楚一個人嘅選擇係點樣一步一步咁改寫晒身邊所有人嘅命運。講到金庸呢個名，你腦入面會即刻浮現啲乜嘢？楊過等小龍女16年矢志不渝，喬峰為咗阿朱終身不娶，義薄雲天斷，如為咗王語嫣連命都唔要，苦心一片。咁多年以嚟，讀者都好自然咁將小說入面嗰種心情投射到作者身上，覺得可以寫得出咁排情嘅古仔。金庸本人一定係一個好重感情好專一嘅人，但真相係點呢？真相往往比小說更加令人氣暗。講翻轉頭，早喺1953年，金庸已經同佢嘅第二任妻子朱梅結婚。朱梅係乜嘢人？佢唔係普通嘅師奶，佢係香港大學畢業嘅高材生，英文好到可以做翻譯，人又有氣質當年。好多人都話金庸高攀咗佢。1959年，金庸決定創立明報。嗰個年代嘅香港報業競爭極之激烈，左派有文匯報、大公報，右派有香港時報，中間仲有星斗日報、華邦日報。你一個書生出身嘅人，冇錢冇背景冇大靠山，想喺呢個戰場度企穩陣腳，連發夢都冇咁早。當年幾多報紙開張3個月就執笠，血本無歸嘅例子比比皆是。但金庸就係要搏，而朱梅就係決定陪佢一齊搏。金庸當時手上嘅資金計翻而家嘅港幣，頂盡10幾萬，連3個月嘅刑運開支都捱唔到。朱梅為咗支持丈夫嘅理想，佢做出咗乜嘢舉動？佢打開咗自己個首飾盒，將阿媽留俾佢嘅玉鏈、龍鳳鏈、金鏈、戒指，所有嘅嫁妝逐件拎去當鋪換翻嚟嘅錢，全數投入咗明報。呢個無底深潭，你知道嗰種感覺嗎？一個女人將自己最珍貴嘅嘢一樣一樣咁奉獻出嚟，換翻嚟嘅唔係乜嘢保證，而係一個唔知會唔會成功嘅夢。萬一明報執笠，呢啲首飾就永遠都效唔翻。朱梅唔係唔知道呢個風險，但佢依然選擇咗押上自己嘅所有。仲未完，朱梅日日喺報館做10幾個鐘頭，校對又係佢，編輯又係佢，翻譯外國通訊社嘅英文稿又係佢，計量出俾伙計又係佢，一個人頂住4、5個崗位，日日由朝早8點做到凌晨1點，仲要喺呢段時間入面幫金庸生咗4個仔女，2個仔2個女。各位老友記，你諗下呢個畫面，一個女人讀咁多書，明明自己可以去寫字樓做份高薪厚職，但佢選擇咗喺報館同老公一齊捱更抵夜，懷孕嗰陣都照樣翻工，坐完月即刻翻去幫手，連阿媽留俾佢唯一嘅紀念品都拎去當呢種付出。如果呢個唔係愛情，咁乜嘢先係愛情？咁金庸點樣報答呢個女人呢？佢喺明報嘅專欄上面寫咗一篇又一篇嘅文章公開，咁歌句另一個女人，呢個女人叫夏夢，老一輩嘅香港人一定記得呢個名。夏夢係50年代長城電影公司嘅當家花旦，生得極之靚，氣質高雅，被譽為中國電影史上最靚嘅女演員。當年成個東南亞由香港到星馬都有佢嘅影迷。金庸對夏夢嘅迷戀
喺當年嘅文化圈幾乎係一個公開嘅秘密。金庸曾經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説話，佢話西施點靚法我唔知，但佢應該好似夏夢咁靚。你聽清楚，呢句説話係一個已婚男人4個仔女嘅爸爸對住傳媒公開講嘅。為咗親近夏夢，金庸仲做咗一件令人意想不到嘅事，佢以一個成名作家嘅身份親自加盟長城電影公司，屈就去做到一個編劇，目的只有一個，就係可以近距離咁接觸夏夢，專程幫佢度身訂造劇本。更加令諸梅難堪嘅係金庸將夏夢嘅形象、夏夢嘅氣質、夏夢嘅一喚一笑寫咗入晒自己嘅小說入面。小龍女嗰種不食人間煙火嘅氣質，王語嫣嗰種令段譽神魂顛倒嘅美貌，甚至連任盈盈嘅聰明同彈脱背後嘅原型，都係夏夢。各位，請你冷靜咁諗一諗呢個畫面，你嘅老婆變賣晒自己嘅嫁妝首飾支持你，從日日喺報館做10幾個鐘頭陪你打天下，仲幫你生咗4個仔女，而你喺報紙嘅專欄上面公開讚另一個女人係女神，話佢靚過西施。你喺小說入面將另一個女人描繪成世間上最完美、最純潔、最令人心動嘅女性形象。你老婆日喺報館做到成隻狗咁，返到屋企打開份明報睇到嘅係自己老公點樣向另一個女人大獻殷勤。呢種感受你可以想象到嗎？喺玄學嘅角度嚟睇，呢種就係典型嘅精神出軌，而且呢種精神出軌對伴侶造成嘅傷害，比肉體出軌更加難察覺，但係更加根深蒂固。點解咁講呢？因為肉體出軌，男人可能會內疚，可能會自責，可能會覺得自己做錯咗，但精神出軌，佢分分鐘連自己都呃埋，覺得自己只係欣賞啫，只係創作上嘅需要啫，只係一種純粹嘅美學追求。我寫小龍女咋嘛，我寫王語嫣咋嘛，我只係寫小說咋嘛。當一個人連自己都說服咗，佢就永遠都唔會覺得自己有錯。我哋再深入啲，從命理嘅格局去解金庸。呢個人金庸嘅八字係典型嘅雙官旺。雙官旺嘅人有一個特質，才華極度高，文思泉湧，創意無限，但同一個格局喺感情上面就係極度自我中心。佢哋永遠覺得自己值得更好嘅嘢，永遠喺度追逐緊下一個幻想。佢哋對舊情嘅捨棄係可以快到令你難以想象嘅，因為喺佢哋嘅世界入面，創作同感情係完全交紅埋一齊嘅。佢需要一個幻想對象去激發佢嘅靈感。呢種人唔係話真係想離開老婆，但佢一定要有一個女神喺佢心裏面投射住。最無奈嘅係乜嘢呢？呢種投射往往被外界包裝成深情，歌挾佢白情，歌妓佢浪漫，話佢係現代版嘅段譽，但從來冇人諗過佢背後嘅嗰個女人究竟承受緊乜嘢。佢睇住自己嘅老公用文字去愛另一個女人，而自己連出聲嘅權利都冇，因為一出聲就會俾人話你唔識大體，唔支持丈夫嘅創作。明報慢慢企穩陣腳之後，金庸同朱梅嘅關係不單止冇好轉，反而越嚟越差。你諗下，以前一齊危窮嘅時候，兩個人物質上雖然基因佛，但至少目標係一致嘅，方向係相同嘅，大家嘅心係黐埋一齊嘅。但當明報開始賺錢銷量，由每日幾千份升到去幾萬份，金庸嘅社會地位越嚟越高嘅時候，兩個人嘅價值觀衝突就完全浮咗出嚟。金庸覺得自己辛苦咗咁多年，捱咗咁多苦，終於可以享受下人生。朱梅就覺得報紙嘅方向要穩健啲，社論立場唔好太過尖銳，以免得罪廣告客戶。兩個人由報館嘅會議室嘈到翻去半山嘅屋企，由公事嘈到私事，由私事嘈到感情，去到最後婚姻嘅裂痕已經唔係補唔補到嘅問題，
而係究竟仲有冇心去補嘅問題。就喺呢個時候，一件徹底改寫所有人命運嘅事發生咗。金庸開始成日一個人去中環嘅酒吧飲酒，佢同身邊嘅朋友講返到屋企就係嘈嘈，不如喺酒吧一個人靜下。有傳聞話金庸覺得返到屋企對住個陪佢捱咗10幾年嘅老婆，只有嘈嘈同壓力，但對住一個啱啱識咗冇幾耐嘅後生女，佢覺得係前所未有嘅寧靜。喺酒吧入面，佢認識咗一個女侍應，叫做林樂兒。呢個女仔當時只有10幾20歲，同金庸相差咗足足29年。據講林樂兒本身就係金庸嘅小說迷，對呢位大作家充滿咗崇拜同仰慕。各位老友記，你聽清楚呢兩個字，崇拜。崇拜呢兩個字對一個中年男人嚟講係天底下最危險嘅毒藥。老婆太了解你，老婆知道你朝早瞓醒個樣有幾憔悴，知道你發脾氣嗰陣有幾野蠻，知道你所有嘅缺點、弱點同埋唔見得光嘅小毛病。但一個10幾20歲嘅後生女，用仰慕嘅眼神望住你，用崇拜嘅語氣同你傾偈，叫你做茶生。呢種感覺對於一個婚姻正處於危機之中嘅中年男人嚟講，係一種無法抵抗嘅致命誘惑。金庸同林樂兒嘅關係好快就超越咗普通朋友同小說迷嘅界線，佢最終決定同朱梅提出離婚。你試想像下朱梅當時嘅感受，呢個男人係你由零開始陪佢打出嚟嘅，你為咗佢賣晒自己阿媽留俾你嘅嫁妝同首飾，你為咗佢捱更抵夜10幾年，一個人做4、5個人嘅工作，你為咗佢生咗4個仔女，身材走樣，青春冇晒，而家佢事業有成啦，佢名成利就了。明報嘅市值已經數以千萬港幣計，然後佢同你講我要離開你，原因係一個喺酒吧做侍應嘅後生女。呢筆賬你話可以點樣同佢計？朱梅冇喊，冇大嘈大鬧，冇發的，佢用一種極其冷靜，甚至可以話係冷靜到令人心寒嘅語氣，開出咗一個離婚條件。佢話好，你要離婚可以，但係林樂兒必須要結毒，終身唔可以生小朋友。點解朱梅要咁做？因為呢個係一個夏后爺喺絕望之中為自己4個仔女所做嘅最後保護。佢心入面好清楚，如果林樂兒日後生咗小朋友，以金庸嘅性格、明報嘅股權，成副身家嘅分配就會出現無窮無盡嘅變數同爭拗。朱梅唔可以再保護自己嘅婚姻，但佢點都要保護自己4個仔女嘅繼承權。呢個就係做阿媽嘅底線。你可以摧毀我嘅愛情，但你不能夠傷害我啲仔女嘅未來。呢個條件，你話係惡毒定係偉大？作為一個睇過咁多人命運起伏嘅人，我只能夠講一句，佢係一個被逼到埋牆角嘅夏后爺。金庸接受咗呢個條件。1976年，金庸同朱梅正式離婚。同年，佢迎娶咗年輕自己29年嘅林樂兒。而同一年嘅10月，佢同朱梅所生嘅長子查全弼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嘅宿舍入面結束咗自己19歲嘅生命。呢3件事喺同一年之內，一件接住一件咁發生。你話呢個係巧合定係因果？查全弼呢個名你可能從來未聽過，但佢係金庸同朱梅嘅長子，亦係金庸一直以嚟最引以為傲嘅。仔自細查全弼就表現出超乎同齡細路嘅聰明，成績年年名列前茅，性格又乖巧，喺學校從來唔使老師擔心。金庸喺朋友面前提起呢個大仔，永遠係笑到見牙唔見眼。佢曾經同身邊嘅人講，全弼係佢4個仔女之中最似佢嗰個，無論係讀書嘅天分、對文學嘅敏感度，定係思考問題嘅方式，都同佢如出一轍。金庸對呢個大仔嘅期望極高，不單止希望佢繼承家業，更加將自己畢生嘅文學理念
同做人原則都灌輸俾呢個佢認為最有天分嘅仔。喺金庸嘅心目中，呢個大仔將來一定會接佢嘅班，成為明報嘅接班人，甚至係金庸武俠世界嘅傳承者。但命運就係咁路痴，你越係殺邊個過天，就越係要喺嗰個人身上同你收翻筆數。1976年，查傳物19歲，啱啱考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呢間係常春藤聯盟嘅名校。當年香港有幾多個學生可以考入去，真係一隻手數得晒。查傳弼能夠入到哥倫比亞，絕對係金家嘅呢奧。據講金庸為咗慶祝，仲專登喺酒樓擺咗幾圍，請晒嗰啲親朋戚友嚟飲。嗰一刻嘅金庸春風滿面，覺得自己嘅人生接近完美。但係喺同一年，佢嘅父母正式離婚，佢嘅阿爸娶咗一個只係大佢幾歲嘅後生女。你試下代入一個19歲後生仔嘅角度去睇，你一個人喺地球嘅另一邊讀書，距離屋企108000里。然後你收到消息，阿爸同阿媽離婚啦。阿爸嘅新老婆係一個喺酒吧做侍應，年紀同你相差無幾嘅女仔。而你阿媽嗰個陪阿爸捱咗10幾年，賣晒首飾支持佢闖耀嘅女人，俾人一腳踢開。你會點諗？據當年嘅傳聞，查傳係極力反對父母離婚。佢曾經由美國打越洋電話返香港，苦苦哀求金庸，希望阿爸可以回頭。當年打一個美國返香港嘅越洋電話，費用係好貴嘅，分分鐘講幾分鐘就要成100蚊港幣。但查傳係唔理，佢一次又一次咁打返嚟，每次喺電話入面都講到喊。佢話阿媽跟你捱咗咁多年，你點可以咁對佢？你點可以咁狠心？但金庸當時嘅決定已經冇得改變，佢選擇咗藍樂兒，選擇咗離開。朱梅對於大仔嘅哀求，金庸當時嘅反應係冷淡嘅。有傳聞話金庸甚至覺得個仔唔應該干涉大人嘅事，叫佢專心讀書，唔好理咁多。各位，你聽清楚，一個19歲嘅後生仔，佢唔係干涉大人嘅事，佢係喺度挽救緊自己個屋企。佢打返嚟唔係為咗八卦，而係因為呢個屋企係佢唯一嘅根。查傳，你除咗面對佢父母離婚嘅打擊之外，佢自己當時亦都陷入咗感情困擾。據講佢同女朋友分手，雙重打擊之下，呢個19歲嘅後生仔情緒徹底崩潰。1976年10月，查傳緝喺哥倫比亞大學嘅宿舍入面結束咗自己嘅生命，冇留低長篇大論嘅遺書，冇俾任何人機會去救佢。就咁樣，一個前途無限嘅名校生，一個即小有最美傲嘅長子，就咁消失咗。消息傳返香港，金庸嘅反應係點樣？佢成個人崩潰咗。佢同朋友講，嗰一刻佢情願自己死都唔想個仔死，但呢個世界冇得翻轉頭。你喺感情上做過嘅每一個決定，都已經化成咗一個不可逆轉嘅結果。各位老友記，從命理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有一樣嘢係極之清晰嘅。傳統玄學入面有一句說話叫做父債子還，呢4個字，查傳弼嘅故事就係最慘烈嘅注腳。點解咁講呢？喺八字命理入面，男人嘅正財星代表妻子，而子女星就係官星同煞星。呢兩組星之間存在住一種內在嘅五行生剋關係。當一個人傷害咗自己嘅正財，即係佢嘅妻子，佢嘅子女星必然會受到牽連。呢個唔係乜嘢神秘嘅節奏，而係一個好實在嘅因果邏輯。父母感情破裂，仔女嘅安全感會徹底崩塌，佢哋對愛情、對婚姻、對家庭嘅信任會由根基嗰度裂開。查傳目睹自己嘅阿爸點樣對待阿媽，佢仲會相信愛情咩？佢自己失戀嗰陣，佢仲有冇一個完整嘅家庭俾佢翻去避風？更加重要嘅係，查傳弼係4個仔女之中最敏感、最重感情嗰個。越係重感情嘅人，面對家庭破碎嘅時候，
就愈係難以承受。呢個就係點解偏偏係佢，而唔係其他3個細佬妹出事嘅明理。更加令人心寒嘅係，金庸同朱梅離婚，金庸迎娶林樂兒，查傳俠自殺身亡，呢3件事全部發生喺1976年嘅同一年之內，唔係相隔3年5載，而係同一年一件接住一件。呢個時間上嘅重疊喺玄學上面有一個術語叫做業力現前，意思係話你種下嘅因唔會等你準備好先至結果，佢會喺你最意想唔到嘅時候，用你最接受唔到嘅方式，一次過同你埋單計數。金庸喺事後嘅反應亦都印證咗呢一點。大仔過身之後，金庸成個人都變咗，佢開始減少公開露面，將明報嘅日常營運交俾其他人打理，自己一個人匿埋喺書房，唔知做緊乜嘢。後來佢開始鑽研佛學，讀佛經，研究佛教嘅因果觀。佢喺《倚天屠龍記》嘅後記入面寫過一段說話，講到張三豐對張翠山嗰種父子之情嘅時候，字裏行間流露出嘅係一個追求咗一對亡兒嘅深深懷念。佢寫到張翠山死咗之後，張三豐企咗喺佢嘅屍白體前面，望住呢個徒弟，亦係佢最殺嘅徒弟，心入面嘅嗰種痛係筆墨都冇辦法形容。如果你知道金庸當時嘅經歷，再睇翻呢段文字，你就會明白佢寫嘅唔係張三豐，佢寫嘅係佢自己一個人，去到晚年先至開始揾佛，通常都係因為佢知道自己欠落嘅債，一定要揾一個方法去還，唔係還俾任何人，而係還俾自己嘅心。講到呢度，我唔知道你會有咩感覺，你可能會覺得金庸抵死，亦都可能覺得佢都好可憐，但我不如講一個更加值得我哋反思嘅角度。金庸喺小說入面寫盡咗天下間最孤情嘅愛情故事。楊過等小龍女16年，喬峰為阿朱終身不娶，段譽為王語嫣連命都唔要。每一個角色都係深情嘅化身，但佢自己嘅現實人生呢，佢冇等任何人16年，反而係叫陪佢挨窮嘅老婆唔使等，直接離婚。佢冇為任何人終身不娶，反而係娶完一個又一個，總共經歷咗3段婚姻。佢冇為任何人連命都唔要，反而係佢個仔為咗呢段破碎嘅家庭連命都冇咗。佢寫張無忌為咗趙明可以放棄天下，但佢自己為咗一個後生女放棄咗成個家庭。佢寫黃藥師對住亡妻嘅墓講嘢，講足幾十年，但佢自己嘅前妻朱梅死嗰陣，連一個送佢最後一程嘅親人都冇。呢個對比唔使我去評價，你自己去感受。作為一個研究命理咁多年嘅人，我成日都同身邊嘅老友記講，命運係一個好公道嘅系統。你喺事業上面攞到極致嘅成就，但如果你喺感情上面有所虧欠，生活就會用一種你最無法承受嘅方式叫你找數。金庸嘅故事就係最好嘅例子。佢係武俠小說嘅一代宗師，係明報嘅創辦人，係身家數以億計嘅成功人士，但係佢晚年每一次諗起大仔，都會喊你話佢係成功咗定係失敗咗人生嘅勝負，從來唔係用錢去衡量，而係用你身邊嘅人過得好唔好去衡量。各位老友記，睇完金庸呢段故事，我有3句說話想送俾你。呢3句說話唔係乜嘢大道理，而係我睇過咁多人嘅命運之後歸納出嚟嘅真心話。第一句，珍惜你身邊嗰個陪你捱過苦嘅人。如果你而家身邊有一個陪你行過幾十年嘅伴侶，記住佢見過你最落魄嘅樣，佢知道你冇錢嗰陣係點樣嘅，佢都依然選擇留低出面嘅花花草草，睇嘅係你而家有幾風光，唔係你當年有幾慘。邊個先係真正愛你？自己諗清楚，唔好等到失去咗先至知道珍惜。到咗嗰個時候，因果已經啟動咗，你想翻轉頭都冇機會。
第二句，你嘅每一個感情決定，你啲仔女都喺度睇緊查全棚嘅死話俾我哋聽，一個好殘酷嘅事實。你以為離婚係兩個人嘅事，但對於仔女嚟講，呢個係佢哋成個世界嘅崩塌。你今日點樣對佢哋嘅阿媽，佢哋將來就會點樣看待愛情、看待婚姻、看待家庭。呢個因果係會傳遞落去嘅，一代影響一代。你唔想自己嘅仔女將來重蹈你嘅福落，咁就由你自己開始做好個榜樣。第三句說話，事已成功，唔等於人生贏晒。金庸一代文學巨匠，明報創辦人，身家數以億計，名留青史。但佢晚年每一次提起大仔，都喊佢嘅前妻朱梅。離婚之後，一個人搬咗去灣仔一間舊樓住晚年嘅佢，同啲仔女嘅關係亦都唔係特別親密，生活相當孤獨。1998年，朱梅因為肺病過身，享年63歲。你知唔知道佢死咗之後，連一個幫佢辦理身後事嘅親人都冇？最後係點樣？係醫院嘅社工幫手，先至完成晒所有嘅手續。一個曾經陪住金庸打天下嘅女人，一個為咗明報賣晒自己首飾嘅女人，就咁樣默默嘅離開咗呢個世界。而金庸呢，帶住年輕撩妻出入社交把兒，但佢內心嘅嗰個窿永遠都補唔返。你可以賺到全個世界嘅錢，但如果身邊嘅人因為你而受苦，你呢一生都唔算係真正嘅成功。命運係公平嘅，你喺字義上攞到極致嘅成就，喺感情上若有所虧欠，生活就會用一種你最痛嘅方式叫你償還。呢個唔係迷信，呢個係性格同選擇帶嚟嘅連鎖反應。金庸一生寫盡江湖恩怨，但最後佢自己先係嗰個欠債還錢嘅主角。佢筆下嘅大俠個個都行俠仗義，恩怨分明，但佢自己喺現實之中偏偏就係過唔到感情呢一關。呢個就係人性嘅無奈，亦都係因果嘅必然。各位老友記，睇完呢段片，你覺得金庸呢一生究竟係值得同情，定係一切皆有因果？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只需要打4個字：因果報應。如果你認同今日呢段分析，覺得做人真係要對得起陪自己捱過嘅人，就喺留言區打因果報應呢4個字。我想睇下有幾多人明白呢個道理。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正面對緊感情問題，記住分享呢條片俾佢睇，可能因為你呢個舉動會救到一個人，甚至會救到一個家庭。最後記得訂閱岑公粵義，撳埋個鐘仔。我哋唔單止講命理，仲會用古人嘅故事、名人嘅經歷，拆解現代人嘅困惑。人生有咩過唔到嘅關口嚟？我呢度，我同你一齊面對。我係你嘅老友，下次見。